凭乜嘅形係走啊？出去啦！出去，两位出去，出去火啦！气生财，火气生财，坐定，坐定。下改，别骗错，别骗错。我真，我見本人就愛錯的啲。你，哎呦，唔好演噶，唔好演噶。好啊，就本佢講看下咧，佢到底有乜嘅意思？你講，你都就唔知呀？一元之中，多春開，多春開，金不先生，八八台，八八台。手身變黑，看那安在，看安在，出行當回見本來，跳啊本來。哎呦，係啊，細佬睇㗎，準備掉去照菜。誒，小馬雞啊，係公雞就係前一雞馬雞嘛。哎，愛上你空人無話良才，無良才，愛少你坤強權才，亞權才，愛你條款佢也一派，一派。你哋都去過咧，去過，你去過，你去過，你兩啥呢？去過。呵呵，愛已必平八八在，八八在。你呀，太改盆房，講太法，講太花。誒，唔係講太花，唔係講太花。誒，總條噶，你講啊，佢係唔係自己講太花啊？哎呀，眾位公子啊，佢肩負嘅前景，不過就係普通一般天天，就愛看啊，有兩位公子，嘿嘿嘿一定對哦。定對，用辦，好掉嚟吧。價錢便宜品質佳，買轉去呀，好盼意思。哦，買兩丁。拿去，多謝多謝。張老闆，你又發財哎咧。呀，是啦，你哋唔信啊？唔信，好啊，你哋咁老係打賭冇啊？捱老二度，愛咩老你度？嗌咩參加？捱你強下老二度。好，馬上將那一件冇嘅。嘿嘿，連冇嘅招募，還想套金家嘅小子啊！唉，小本傑希，巧火不順，糟蹋，其實小五子，然後推理出了口氣呀。講沒錯啊。馬上我嘅家本嚟啊！我嘅嗌家本兒，好，馬上在家本嚟而該用錢呢？用錢？哎，你四件送，嘛該就做得家，哪有人家用錢啊？哪有人家用錢啊？唔加，啲好事啊！嘿嘿，啲好事就難成嘞。喲，很難就難看咧。行吧未？怕嘛未？你小本傑仲用錢啊？哎呀，咪愛種地種地，所謂的，所謂的所謂的啦。阿妹太
来，红起来！有个坐来的，总比无来的好。来呀，爹哈，不给唔自家，来，使劲，使劲！殿下，你那是求婚不成，你爱样办呐？俺说你一年就签，大动，后大动，动！金榜带路。海水为岸那样的。手指下卡吉下地位，你打喊出个电啊！强势来添引，为叫你那看仔细，也哈那也那哈。
小姐啊，较惊到的，唔较惊到的就乱擦嘞。苏家来去。还给呀妹，一太空我那唔知多大呀娘梳头，头彩富啊妹，回头慢我那家翻来夫妻妇啊。难养。你家小子因为很忙多，就是嘛，让俺们好怕啊！老夫人啊，我家小子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啊！电动啊，有股山背农行，规划妇女恢复。老夫人啊，来，哎，抢错，俺老你吹背动啊！哎，抢。老夫人啊，你吃到牛排，你俩有爽快冇啊？来了。看我俩跟马上就到啊！冇一点，恢复怎么？老夫人啊，我家小姐马上就到了。冇一点，规划就把送一来，怎么？中的。哎呀，来嘞！我家小姐来嘞！老夫人啊，我家小姐来了。丫头哎，我嘞，送起来了。老夫人啊，两杯就给我家小姐。米兰猜奶杯，米兰猜奶杯，米兰猜。你忙啥？佢就是米娜嘅娘亲呐。佢就是米娜嘅母亲。就是佢嘅老米娜嘅母亲，经理。下去呀。爱来问爱自己，亦无成悔。你
莫娘子，为嘛个二头将其嘅花香挂的了？规划将花出去了，怎么？明白？我自己嘅花香，二头挂的，我这个做媒嘅，难道连名都名唔得嘿？我来问你，二家小姐去事事繁混，还可以貂蝉在世啊？老夫人啊，我家小姐亦非事事繁你复，会貂蝉在世，唔过啊，上来也望望，唔会这。嘛该唔会这？哎呀，就批得我自暗用嘅美男子啊！嘿呀，嘿呀，规划将花输去了，怎么？错唔得啊！哎呀，老夫人，哎呦，有话慢慢讲，有话慢慢讲嘛。啊，来呀天，哎呀，抢错。小姐，佢行过去见你啊！就是天高大美，春桃，感恩八美送香寒，这公子佢太好呢，寒安在，寒安在。就迄个盼安在世的盼安在，就是真是好命，真是好命。真是好命啊！老夫人不知公子天才何处？明白，你会见其？啊，哎呀，唔系我会见其啦，是我家小姐会见其。其？伊个太家回收，见我自己会做嘛个呀？八美，你大美，你起来求婚去呀？求婚？哎，老马上求婚啊！啊，哎呀，老夫人，贵妇的公子真见到也发香，一模一样嘛？当然一模一样啊！跟俺无言四顾，做嘛该来吃饭啊？真见强样啊！强应该本来就强样啊！强样啊！他将啊面啊呀，资本啊房啊，水林啊两啊年啊，一股啊香。先锋啊，先啊鼓，先打那蛋啊，十全啊，十那米呀，飞舞啊高，滚烫啊把那美。下蛋啊，香啊，
好的，法已经说明，违法启发恢复，这里小姐，既然老夫人唔答应求婚，错啊，你啊会娘个啥？今日就去老夫人求婚啊！啊？爱老夫人求婚？哎呀，小姐，那是老夫人离开咧，你啊唔知我去哪片去？你啊娘会走的。哎呦，走的，小姐呀，你就行去嘛，去嘛，去呀。名字老当美门下，求婚，马盖，你为了儿子求婚，哎在，老夫人，我家小姐唔知有几多个面来老佢求婚，佢就唔答应。哎呦，一心啊只想贵妇嘅公子，哼，我家公子也是唔知有几多个面人会老佢求婚，佢唔答应。你家小姐中意佢，喊定我家公子，更要中意你家小姐咧。哎呦，小姐用个啥？小姐，那么爱你再去求老夫人。哎呦，小姐，去嘛，你就烦了老夫人推公子做主吧。错噶，请夫人推贵妇公子做主。哎呀，老夫人就烦了你推公子做主吧。老夫人。论小猫嘛，老我是唔必得对啊。不过娘太你以强反派，以偏神心，两门情事，来答应嘞。小姐，吉吉，拜请。道歉，泡泡啊！哎呦，免礼。老夫人，我家小姐唔知哪叫做的老公子见面啊？见面？哎，这啊，佢还会等到半年过后。